有这个运动公园啊，差不多有30档建设掉哈。目前啊，都要离这个设施啊稍微有一点老旧啊，还有牵涉到有当时啊，迄大雨时阵啊，这个散步道啊，有一寡迄个积水的这现象哈。所以市长看到这个现象指示市政府都发局、工务局、体育处还有公所共同来争取预算来进行这个体育公园的改造。咱有这市民这样关心所以市政府希望在这个工程动工之前用这个设计内容向这个市民先来进行说明报告如果大家没有很大的问题我们大概原则上近期大概就会动工兴建。是要再了解咱这个工程周边的这个工程了环境的改善了是什么工程改善了安怎是不是对咱玉井区这区民有所利益啦如果有较好啦咱当然甲支持啦若是讲有所缺陷的话，咱当然提出真好的办法甲建议啦会当改善啦。改善进程就有真正在行，改善了应该会阁愈侪人吸引较侪人潮来。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玉井运动公园已使用将近30年，为重新活化以及规划符合现代人使用的功能，台南市政府都市发展局、公务局及体育处共同向中央争取补助经费，办理周边环境改善工程。相信运动公园改善后，能大大提升市民朋友休闲居住的品质。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鼓楼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过去也曾经在这个地方把公园设置好，但是已经时隔蛮久了，20多年了所以说有一些设施，还有基础设施，还有游乐设施，还有能够亲子共有的一些设施，都有需要补强、加强、整修的地方。因此呢，我们特别请都发局来努力来把这个部分做好这个也谢谢议会的关心，还有谢谢立委的关心，那也谢谢我们许多各位里长们还有许多民众大家的一个共同关心，希望这个工程能够如期如职的完工，然后提供一个玉井还有山区的民众就最好的休息的地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品言，欢迎收看5月1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因应数位化甲后疫情时代，要安怎甲电信安全、佮人工智慧等跨领域的产业和相关的工业，佮民众知影。今年台湾区的电信工会举办应用博览会，其中台南场18号开幕，除了有实体的展览，嘛规划线顶直播，伫咧配合政府的防疫之下，甲上新的产品要来推广出去。2、1，启动！台湾区电信工程工会同会工会非常感谢各位贵宾的莅临参加开幕典礼。伫台湾区电信工会理事长丁干部甲参电企业的小厅，2020年电信安全智慧应用博览会台南场盛大开幕。会中包括安全监控、5G 传输等跨领域的资讯通讯产业拢组织做伙。其中对原本早期预防火警的监测温度警报所开发会当精准量测体温的防疫设备，也成为会场主要焦点。那么它不管在密闭室里面也可以测温，在开放空间也可以测温。那我们现场呢做一个简单的示范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位置，我们用一个热温升温器，那么在这里就看到，所以这个是我们是双眼，可以看现场，也可以看到热成像。那等一下我们把这里温度呢，我们把它设升温。那我现在是刚刚设50度，现在我把它设52度，52度，也就是说，当它这个里不应该有超过52度的环境出现了52度以后，那么它就会产生了一个报警。那么还没有发生火灾就报警了，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消防防灾都是看到烟看到火，
才透过邻居啦来做这个报警。但119到以后可能很多的灾害都已经发生了。为了伫安全监控的相关产品当中，电子锁的进步，透过手机远端就当开锁，买当无线遥控，成为一商办大楼到徛嘅智慧建筑配备，相当吸引人。现在我们最新的电子锁除了有指纹密码、蓝牙、手机联动以外，还有遥控器可以开门。这个对于家里有老人小孩都很方便，不用去特别做设定，都可以简易的去开门。因为它的 APP 操作非常简单，所以客户的使用率都蛮高的，接受度也很高，不太会有入门的障碍。18号开幕头一天，这会员通路商拢到场互相交流，除了呈现上新、资讯、通讯的科技产品，使可用智慧来改善生活。虽然现在面对疫情的冲击甲病毒共存的威胁，不过实体展览对产业技术提升有其必要性，同时加上线顶直播来分享互同业展现成果。那我们电信工会呢，因为它是属于这个在整个资通讯界，我们算是走在最前端。我们的会员呢，都是这个业界上最顶尖的哦。那他在这个全国各地从事工程，或是这个制造，或是贩售。那我们当然在这个工会的权益上，为了会员的福利，我们会来开办这些整个的展场让他们来吸收最好的资讯。那我想无非就是让全国这个北中南都能够得到同样的待遇，也能够把这些最新的 AI 5G 的智慧的资讯，通通散布到全国让我们的会员都享受到，也让我们的用户能够得到这些产品我想大约这是我们的坚持的部分。5月18、19两天的营业普朗会伫台南登场以后，6月8号、9号，所有餐店的厂商也要刷到台中世贸中心，展现工会会员伫研发技术应用的实力。台南新闻军及何秋芳采访报道。为着要落实土地环保甲食农教育，清境林建筑团队结合聪明国小，佮有阿下饭店，除了举办装置艺术的展览，佮甲学校农园所栽种的有机农作物入菜。上午市长会体甲各界贵宾拢到现场见证，食在地、食当柜等多元意义的成果。为伫巴克利纪念公园内制作瓜皮装置艺术，用竹编甲彩画来装点有机农产。这是一摆由清境林建筑团队甲中棉国小共同举办的展览，除了兼顾食农甲艺术文化环境教育，会中学生嘛拢自信满满，展现因伫学校农园所栽种有机无毒的蔬果。我们在学校都会去体验，然后平常都是志工在帮我们照料这些植物，然后有时候也会邀请我们下来帮忙，就是施肥啦，对一些体验，这是一种生活经验。它让我学到，就是你种食物，你不能只用农药去种，你要用你自己的爱心，就是你的诚意去种它，它才会用好的方式回复给你。同时，阿下饭店嘛合作将学校农园的蔬果入菜，做成一道一道甲土地共生的幸福料理。是用学校里面真的有种的食材，然后做成今天这样的菜色，但是也要呈现我们餐厅的专业，所以我们把很多菜色做不一样的变化。但主要的用意是可以看到我们桌上用真正的食材，让小朋友跟让学生都可以知道说食材的原貌跟原本的风味，然后用不一样的烹调做出很多专业的料理。甲主者结合，强调食在地、食当季的食农教育，其中委托嘛专工到场，见证大家做伙为在地食材写故事。那食材都有它的故事。在台南市，我们作为美食之都，我们有许许多多精彩丰富的故事。从过去的电影里面像中破塞啦，像最近的菇味这些。它背后都有丰富的人文以及它的食材本身的故事。那非常感谢清境林教育基金会能够跟我们崇明国小还有许许多多的学校合作，提供我们的小朋友这样的一个机会，结合这么多的位艺术家跟这么多位营养师，能够一起能够替我们的食材写故事，为我们的这个在地
这个食材的这个食农教育写故事。这场食农强好的成果只是一个开始，嘛希望呼吁大家为永续尽一份心力。当然，新闻顾文吉和乔邦采访报道。18岁上午，台南市会透过甲在地企业合作，共同捐出1000份的大人绿珠啊，佮有洗头巾等多项的生活物资。19号开始开放给继续入户的民众免费到议会领取。议长郭信良嘛代表致敬感谢状，感谢善心企业的关注。因为疫情的关系，有真侪弱势家庭拢受到真大影响，所以台南市会甲在地企业合作，共同捐赠物资来帮助弱势家庭，并伫咧18号邀请共同参与捐赠的厂商来到市会接受表扬，佮有感谢。那原则上，我们就在永华和明志明天早上同步来发放。那发放的时间呢，就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发完为止，我们会在我们的网络上公布，那以免所有的民众呢白跑一趟。那我们原则上因为没有办法符合所有的需求，我们就准备了1000份来发放。那希望符合资格的，就是全台南市低收入户都可以凭他的低收入的证件呢来台南市议会领取。希望大家服务较不好啦，他这个关呢，数量也有限，没有办法一一服务到家。因为台南市议会是一个监督单位，所以在此向所有市民说声抱歉哈。那也希望呢，大家如果有需要的低收入户可以来台南市议会领取。议长郭信良提醒民众，若有符合继续入户资格的民众，会当摕到证明，伫咧5月19号甲5月20号透早9点到下晡的5点，去甲永华或者是民地艺术厅领取，每户1份送完为止。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国中会考伫咧5月21号甲22号举行。台湾首庙天坛对18号开始，为期5天举办金榜题名的公民发挥。除了金文社早暗的上经以外，马上考生文昌笔，祝福学生会当金榜题名，顺利考到好成绩。台湾首庙天坛自18日开始，连续5天举办金榜题名公民发挥。期间每日早时7点甲暗时7点拢有一场，由金文社诵经，将参加点灯一些圣将大名写入去书文当中，再由金文社诵读书文，祈福众生名，祝福考试的学生拢会当金榜题名。我们台湾首迈天坛呢，在每一年都会举办几次的光明法会。身为父母的大家呢，就因为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境下呢，他们都会来参与。那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虽然说人数比较少，但是我们该做的流程，我们一定会做得很圆满。那今年呢，来参加那个第一天的光明法会的一些家属呢，我们也会做一个很安全的隔离。希望他可以考上一间好的学校，来祈求文昌帝君，然后让他就是考试当天可以就是文昌笔拿着，然后考到好成绩，录取好学校。他的志愿是哪些？志愿当然是如果可以考到1中、2中，或是当然就是最好。几乎每一年我们都会来参拜，然后偶尔我们都有点文昌灯。最重点是孙子就这样子智慧开，学业进步，身体健康，这也是为人父母、奶奶、长辈的心声。这个孩子都很乖，佳玉很乖管峰也很乖。每到考试前，各庙会文昌君坛前，拢摆甲满满的准考证，希望神明保佑，互参加考试的学生拢会当金榜题名，考到家己心中理想学校。发挥期间，天坛嘛有送予参与发挥圣将文昌笔，而且不只是各种会考尔，嘛有真侪参加各种考试的考生，也趁着发挥期间前来参拜，求取功名。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咱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
电视剧《戏讲台湾》开台有名的安平妈的故事。18号伫咧安平开台天后宫举办开镜仪式，市长委托民政局长江玲煌、天后宫主委卢有礼、议员罗坤浩，佮有真侪贵宾嘛拢到现场参与。陪同剧组共同来上香，祈求安平妈保庇拍片顺利，收视率悬。细说台湾制作人陈威汉为感念安平妈对着台湾信众庇佑，应开台天后宫主委罗有礼邀请，特别来到安平实地取景。该剧开台又名之安平妈的故事，有加拍摄10集，并会伫安平以及周边，包含渔光岛、安平古堡、府城天险等地拍摄取景，有加伫台南停留5天，为求妈祖保佑拍片顺利。剧组特别伫开台天后宫举办开镜仪式。安平妈的故事，我今日开进大吉，收视长虹，开进民报。这届开拍吼，会当互咱同台湾这信众吼，会当来感受到这个妈祖吼，伊的这个情操啦。大家来学习的精神吼，来培养自己的那个正能量会当将来来效法咱的妈祖为大家来服务。很荣幸能够跟台南市政府，然后还有安平天后宫合作它主要是要阐述安平天后宫、安平妈的慈悲跟孝道，希望用这个正能量来弘扬，那也希望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开镜期间，市长委托民政局长江玲煌、天后宫主委罗有礼、议员罗坤浩、庙内干部以及真侪安平区的里长等贵宾，也拢出席开镜，做伙有祝电视剧收视长红。安平妈的故事，其实在台南市是脍炙人口，但是我们希望说有更多的台湾的民众能够了解安平妈祖的神迹以及她的事迹。我相信安平开台天后宫的所有的同仁，大家用了很大的心思，那邀请到3立这个细说台湾的剧组能够来这个发扬妈祖的故事。那我相信也期待这个更多的台湾民众还有台南市民能够了解安平开台天后宫安平妈的神迹，那收视率也能够长红。在这出戏剧内底，扮演妈祖的演员林依倩表示，真荣幸会当演出安平妈。为了演好妈祖的角色，也伫开拍之前就开始吃菜，以示虔诚。这次呢，很荣幸呢，能够来饰演呢安平开台天后宫的妈祖。然后因为我们的演员都知道，就是演妈祖呢，一定要先净身吃素，对。然后其实呢，我觉得应该是跟妈祖有缘分，才有这个机会能够扮演妈祖。希望我们这次呢，细说台湾演安平天后宫安平妈的故事呢，能够收视长虹。开台天后宫表示，安平妈是伫咧1661年随船护佑郑成功率舟护台妈祖，并伫1668年建庙。安平妈的传奇故事真侪，这出戏剧就是希望会当互更侪民众了解安平妈开台有名的故事。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帮我说5月份开始征收到5月31号，若是伫咧6月1号到6月3号落税，嘛是算超过时间，但是要加收滞纳金。万一是确诊者或者是密切的接触隔离者影响到的话，纳税的时间会当延长到6月30号。同时嘛，呼吁民众会当加利用多元的管道来进行报税。5月份的帮我税开始征收，在征税不局为着要互民众更方便的纳税，除了用较早的纳税方式以外，佮会当透过直接扫税单顶悬的 QR code， 使用网络纳税。那如果是说你超过5月31号缴纳的话，我们就会每3天的话会加征1%的滞纳金，最高会加征到10%。然后我们现在的话有很多便捷的那个缴纳方式哈，我们可以透过那个网络缴税的服务网站哈，来透过用信用卡或是金融卡，然后用行动支付来缴纳。
那也可以，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就是说我们的手机或是说你的行动装置去下载 APP， 然后就是直接来扫描我们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可以来缴税哈，都是非常的便利哈。那当然也是可以来到我们的那个地方税网络申报的一个平台哈，来做一个线上查缴税。提供多元的纳税服务，会当让民众减少出门的机会。纳税期间嘛是到5月31号截止，伫咧6月1号到6月3号纳税的民众算过期，但是未增加滞纳金。另外，针对若是因为确诊或者是需要居家隔离的民众，唔免事先申请，得当延到6月30号进前才来缴交，事后咧报税的时阵才来提供相关的证明文件，提供予经济方便的服务给民众。就是市民朋友哈，因为现在疫情非常的严峻哈，如果是说在那个受到确诊哦，就在居家治疗，或者是说你有居家隔离或是检疫者的话，如果你在这段期间，在5月31号这段时间有收到这些情况的话，其实我们的房屋税的缴纳哈就会延到6月30。可是要跟市民朋友提醒，并不是全面的展延，是针对确诊者、还有居家隔离、还有检疫者，然后也是要跟市民朋友来特别说明，假如是说你6月30号，如果那天就是还在居家隔离、检疫或治疗的时候，你也不用担心，就是完成了整个治疗结束再来申请的话，它会从譬如说你是6月5号才接受治疗完成的话，就会再从6月5号给你展延20天。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因应沙仑立林科学城的开发需求，市府甲公路总局合作，开3亿要来开辟台86线的大潭交流道往高铁的工程。目前工程已经完成，市长委托特别前往关心，预计伫咧20号会正式通车。台南高铁沙仑站近年来发展快速，包括大台南会展中心、中央的南部院区、三级奥莱等拢完成开发营运。市府为了提升周边交通方便，积极开辟另外道路，其中台86线大潭交流道往高铁方向加高发2路的开辟工程，总经费3亿，预计5月20号地当通车。市长委托先到场会勘，感谢公路总局提早完工，带动地方经济观光发展。每逢假日的时候，不仅是高铁站的这个停车位一位难求，那甚至于整个车流都会往后回堵。那因此呢，我们很感谢公路总局在开辟侧车道以及这个优化台86的大潭交流道。那这个部分我们非常谢谢公路总局，台南市政府公务局也会全力来配合这样子的工程的施作，能够解决这个交通拥塞的问题。也希望说拥塞这个地方发展带来人潮，但是在人潮聚集的情况下，不要造成另外一个交通问题，妨害了地方的发展。两者能够互相那个加分，而不是互相抵制。这点是我们非常努力、非常希望的目标。地方要拼经济，不过伫林调自治以后，卖形成交通问题，相对影响发展。所以如何透过道路拓宽互相加分，将高铁特定区的重大建设发挥上大效能，值得期待。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感谢收看5月1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刘品言，咱再会。